面对化疗或者是放射治疗的女性患者，如果失去生育的能力，将是内心的一大负担。因此，基美病院妇产部生殖医学科为了帮助未婚或者是癌症朋友的女性，限制生育甲抗癌真歹来做决定。现在提供冻卵甲冻胚胎，只要伫咧做化疗进前2礼拜，就能为癌症朋友预先来做准备。是癌症的病友的女性，她们可能就是在开完刀或者是罹患一个癌症之后，不久的将来她们要马上去做化疗。那化疗可以杀死癌症细胞，也可以杀死我们卵巢的细胞。所以说，如果她们可以在化疗之前给我们2个礼拜的时间，只要2个礼拜，我们就可以帮她做一个卵子的冷冻，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女性，她们可以做一个胚胎的冷冻。那等他们治疗完成之后，他们准备好可以要来备孕，要当妈妈了，我们再把胚胎或者是卵子来做一个受精，那帮他们做备孕。所以说，这是一个就是生殖医学科目前提供给癌症或者是说未婚的女性，给他们一个新的选择。医师表示，虽然冻卵并未用保证日后一定有生，因为年纪愈大，所需要的冷冻卵子也愈多。不过，基美病院到目前已经有多位癌症朋友伫咧治疗后成功来生产，其中包括子宫内膜癌、卵巢癌、甲黏癌等无同的病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